感謝主，唔該娟姐牧師。今日嘅兒童時間呢，就有 Yuki 老師同埋 Ada 老師嘅。好，今日嘅奉獻時刻，我哋邀請大家一齊讀呢個奉獻經文，就係喺路加福音17章11至17節。我哋一齊讀1、2、3。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進入一個村子，有10個長大麻風的迎面而來，遠遠的站着，高聲說：耶穌夫子，可憐我們吧！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自己身體給祭司看。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內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神，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10個人麼？那9個在哪裏呢？喺當時呢，猶太人同撒瑪利亞人呢，素來都冇來往嘅。但係正正因為佢哋當中呢有10個人，佢哋患咗呢個大麻風嘅緣故，佢哋因為呢個病，佢哋連結咗喺埋一齊，並且產生咗一個共同嘅意識。呢個咩意識呢？就係佢哋唔顧得佢哋過往嘅種族仇恨啊、恩怨情仇，佢哋一心就係想呢個病可以得醫治。大家都知道喺舊約裏邊記載，患大麻風嘅人呢係要隔離㗎嘛。咁唔知呢10個人係咪因為聽聞耶穌會嚟，亦都知道耶穌會係醫治人嘅時候，佢哋應該可能係喺佢哋被隔離嘅地方逃走出嚟。咁佢哋離遠見到耶穌就大大聲咁同耶穌講：耶穌夫子，可憐我哋啦！咁耶穌好得意嘅喎，佢冇回應佢哋就話：哦，好啦，你哋潔淨。佢淨係對佢哋講：你哋去把身體給祭司看。所以佢哋調轉頭去揾祭司嗰一刻，驚人嘅事就出現啦。佢哋呢10個人當中，全部都可以因着耶穌所講嘅，佢哋得着呢個潔淨。咁但係呢10個人裏邊，大家都睇到呢個經文，佢只係得返1個人返轉頭去感謝、去多謝耶穌去醫治佢哋。耶穌話：潔淨了的不是10個人麼？那9個在哪裏呢？喺呢件事情上面，讓我哋可以睇到就係耶穌好睇重感恩。如果人呢唔去表達出嚟，佢哋就唔會得到呢個感恩。喺路加福音前少少第7章裏邊，我哋都睇到一個相關嘅例證。耶穌去到西門家裏邊作客，佢冇得到猶太人家庭一個一般嘅待客嘅禮節。耶穌去答：你沒有給我水洗腳，沒有與我親嘴，沒有用油抹我的頭。我哋係咪有時都會好似呢9個人一樣，忘記咗去對神去表達感恩同埋讚美呢？亦會唔會有時我哋對神嘅感謝同讚美，只係流落於喺每個星期嘅主日嘅敬拜讚美裏邊呢？感恩同埋感謝係表達我哋因住神對我哋嘅恩典而嚟嘅喜樂。唔好忘記神喺舊約裏邊聖經嗰度默示所寫嘅一句說話：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至少我哋應該為到神去作喺我哋身上面嘅獻上感謝讚美。得潔淨嘅唔係10個人咩？那9個在哪裏呢？同樣地，11奉獻係我哋一個向神表達感恩嘅方式，為到神俾我哋有能力啦，有才幹，有機會去工作，以致我哋有而家嘅收入，亦都係藉此提醒我哋自己，唔係因為我點樣叻，所以我今時今日嘅地位，我嘅高薪厚職，可能我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因為呢個世界唔係話你考第一級榮譽畢業就一定揾到一份你覺得理想嘅工作，又或者唔係因為你好有音樂才華就一定可以大紅大紫。所以讓我哋一同喺11奉獻上面去學習對神表達感恩。我哋一齊禱告。主耶穌，我感謝讚美你，你就係嗰個賜下豐富厚恩嘅創造主。主啊，離開咗你，我哋什麼都不能做。主啊，求你保守我哋嘅心，讓我哋時常都確知道我哋一切所擁有嘅都係主你厚恩賜予俾我哋。主啊，幫助我哋唔單止喺11奉獻嘅事情上面，讓我哋時常都懷住感恩讚美嘅心，
更加讓我哋能夠學習用神你嘅眼光去看待一切臨到我哋身上面嘅事情，幫助我哋更加似你主。感謝你聽我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感謝主，我哋呢有4個方法我哋可以去奉獻嘅。第一就係轉數快，第二就係直接轉帳去中國工商銀行，第三就可以以支票郵寄方式，第四亦都可以去到後邊投入去呢個奉獻箱裏邊。提提弟兄姊妹，如果係用轉數快或者直接轉帳的話呢，就要將你哋嗰個嘅收據影低，然之後發送翻去教會嘅電話69326034，好讓教會呢喺稅務年度發放收據俾大家呢作為扣稅用。祝福大家。接住落嚟，有請梵哥牧師為我哋證道。